云林县政府甲气象署为了合作提供气象资料相关的服务，主要是要提供予农民甲渔民做参考。讲若是有风台甲大寒，拢会使提早来应用，减少损失。经济寒流一波接着一波，云林沿海地区嘛传出沙白鱼受到航海死亡的情形。为了要让渔民更加掌握气象预警，文县中央气象署签署气象观测作业合作，要将气象资料在地化。 应用在所谓农业行动平台。我们云林县的数位农业平台，那建制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需要在这些气候还有气象方面的一个资讯加进来，那让我们在第一时间里面，我们所有的乡亲透过我们这个手机上面的 APP 呢，事先的掌握。文广表示，云林是农业大县，但这几年包括旱灾、洪灾，拢造成云林农渔业未少影响。 现在来当将中央气象署提供的专业气象、气候和海象资料，协助在地做预警机制，对当帮助农渔民防减灾提早应用。就怎么样让气象的这个资讯能够真正来协助云林县政府相关的发展？那不仅仅是在过去可能比较传统的是防灾，可是在未来，因为我们面对气候变迁的威胁，其实对于这个特别是云林是一个非常这个农业大县，在这个里面怎么样去运用气象的资讯，能够去早期的来提出相关的预警。中央气象署就讲，想要合作将在明年3月份启用。 迈将云林过去历史的气象资讯，建立在云林所谓农业行动平台，以农业气象预警的模组，让农渔民只要透过 APP 的查询，对等即时看到预警，强化农渔事的政治和永续，以减少天灾所带来损失。吉祥用云林报道。